我叫阿軒，今年26歲，咁就係一個香港嘅搖搖玩家。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阿軒因為一套卡通片而開始玩搖搖，一玩就已經15年，去過世界好多個國家比賽。搖搖喺我心目中好似係一個信仰咁樣，帶我識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，甚至俾咗我一啲好完整嘅世界觀。搖搖雖然帶住阿軒衝出世界，但喺物價高企嘅香港，玩搖搖始終好難揾食。即使係香港最頂尖嘅選手，阿軒仍然要靠一份普通嘅文職去幫補收入，而公餘嘅時間就幾乎全副心機都擺喺搖搖度。冇任何政府嘅資助㗎，去任何一個比賽出國，自己諗掂有錢佢啊！喺香港一個工時咁長嘅地方，大家要 develop 到屬於自己嘅一門技術，係好艱苦嘅。即使辛苦，阿軒仍然醉心咁玩搖搖，因為佢想話俾人聽，香港都有好嘢。香港人仲有資格可以跑出，可以攞到更加亮眼嘅成績，所以就幾攰都好，有時坐低唞一陣，就會好唔甘心咁繼續再攞翻去繼續練。搖搖喺香港都曾經風光一時，大街小巷都有人玩。但阿軒話，隨住平板電腦嘅出現，搖搖等嘅傳統玩具已經漸漸萎縮，識得欣賞嘅人少之又少。喺香港一個節奏咁快嘅城市，要大家去慢落嚟，去欣賞一啲比較需要去思考嘅表演，呢個係即係呢一種嘅審美觀喺香港，我覺得香港人暫時缺乏嘅。我相信政府係有可以做得更多嘅地方。你又會唔會停低腳步，放低部手機，去欣賞呢啲為香港喺國際賽事爭光嘅表演藝人呢？